自2026年5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主为心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罗西书第1章49节。当我为着恁受苦，感觉真欢喜，因为我肉体的受苦，是伫完成基督为着伊的身躯，就是教会受了袂了的苦难。我做教会的妻用，我对上帝领受的任务是为着恁，要将伊的信息完全传开。这个信息是历代以来对人类所隐瞒的奥秘，现在已经对伊的信徒显明。上帝要互因知影，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偌尔丰富佮荣耀。这个奥秘是基督伫恁内面，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。所以，阮对所有人宣扬基督，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诫佮教示众人，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诚做成熟的人献互上帝。为着这个目的，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、尽力伫拍拼，为主为心。伫这个讲究效率、自我成就实现的世代，常常互问的问题是：你的人生目标是甚物？有人为家庭伫活，有人为事业伫活，有人为理想、梦想伫活，也有人为名利伫活。这个追求本身未必是错误，但是圣经却不断挑战咱思想更较深层的问题：我是毋是愿意为基督来活？哥罗西书第1章49节，是保罗极其个人真诚的一段见证。伊毋简单讲神学，更较甲家己整个人生摊开，互咱看见一个真正互基督得着的人，安怎甘心乐意为主为心。保罗讲到伊对上帝领受的职分，就是爱对外邦人宣扬基督的奥秘。为着安尼，保罗甲同工尽力奋斗，通互人信仰坚定，伫生活甲信仰相符合。保罗讲到家己安怎为传福音受苦甲奋斗，应该是要互受批的人感受到伊的为人，表明本批信的教导值得重视。保罗一开始讲：当我为着恁受苦，感觉真欢喜。这句话毋是出自虐待家己，也毋是以奉行苦行主义。实际上，保罗毋是意爱痛苦，是看见苦难背后的意义，知影所受的苦毋是毫无目的，是为着基督的身躯教会。相反的，今日为主为心的人，毋是希望无痛苦，是愿意甲痛苦交点主的手中。保罗接续讲：因为我肉体的受苦，是伫完成基督为着伊的身躯，就是教会受了袂了的苦难。这互咱看见为心的第二个层面，毋是出自热心，是出自呼召。保罗知影伊的人生毋是属伫家己，是受上帝托付使命，爱充分甲伊的信息传开，就是伊历代以来人类隐藏的奥秘。这奥秘毋是神秘的财物，是万民拍开的福音救恩。为主为心的人，清楚家己知影，毋是主人，只是管家。
基督信仰毋是我努力为主做甚物，也毋单单是基督为我死，搁较是基督住踮我内面。这意味着咱无搁再孤单面对人生，无搁再靠家己的意志硬挺，反倒是互基督的性命踮咱内面工作。真正的委身，毋是烧到家己直到孤单，是互上帝的能力不断踮咱的性命底运行。保罗清楚知影，伊的人生无搁再属伫家己，是属伫呼召伊的主。保罗侍奉的目标，毋是人数，毋是掌声，毋是成果报告，是信徒的属灵性命是毋是成熟。伊用同样智慧劝诫教导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互人毋简单停留踮已经信，是踮基督内面成长。今仔日咱无一定拢亲像保罗共款，诚做使徒传道人，但是每一位信徒拢同款是受主托付的人。问题不在伫你做甚物，是在伫你是毋是甲家己的人生看做是上帝所托付的。为主委身，毋单单是做代志，是陪伴属灵生命成长。默想，我是倚靠家己的热心，还是倚靠基督踮我内面的能力？我是倚靠家己的热心，还是倚靠基督踮我内面的能力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为我放下性命，呼召我为你活。求你互我无搁再为家己保留，互我一生会当委身回应你的恩典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